哦，你想要做老大个？你敢是叫我老大个？迄是咧甲你教读。安尼哦。嘿，拍鼓会晓听尾声。是咧吼，哦，老大个。嘿。啊，你平常哦，若咧厝诶，无出去做戏啊吼，啊，拢咧创啥？哦，这是无用。嘿。我爱整理剧本，迄透早吼爬起来就坐伫迄块泡茶桌啊，安尼拢无煞有诶，喏灵感来，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甲改安尼。啊改到若时间到，啊就进来煮饭啊，吼，啊煮饭煮好啊，有时啊我爱种花啦，啊就去剪一粒花啦吼，啊整理一粒厝啦，啊搁爱买菜。你讲种花，啊树仔顶。你也加爬去你记树啊？哦，你是有够好打呢。啊，无阮兜无人有兴趣要做这啦。啊，我家己种的，我爱家己处理啊。啊，遐悬，一把老骨头，家己毋小保护，你爬遐悬去记树啊？哦，你确定的哦？我带一个，我你有安怎无？是啊，哦，啊，摔一个吼，才安尼切几啊空啦，无要紧啦。爱种花吼，有时啊，拢也会安尼，是较无要紧啦。啊，你若是无咧演戏，拢咧创啥？我甲你讲，我嘛做无用的嘛，也爱去排戏，有时爱去录影。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就衫脱起来就应着乱，但无时间通整理嘛。啊，你即马等到有休2工啊，啊，你就爱紧来整理迄批啊。是啊。对无？该洗的洗吼，啊洗好该煮的煮，啊过礼啊甲放。厝内干净哦，啊有一个磁场嘛好，对无？心情好嘛，吼，啊你就无迄落安尼压杂嘛，你物件乌白片，敢若看都袂舒服啊。啊你看到安尼无做，你嘛足紧。哦，我足压杂的，我足压杂的，啊足无用的嘛。写剧本啦吼，啊，着煮饭啦、种花啦，啊，你种花有兴趣？我无兴趣种花，阮兜足侪花盆的，拢阮小弟咧整理。阮小弟爱种花，爱饲鱼啊。哦，啊无你安尼擦骹擦手，你的手势做咩擦骹擦手？我毋是擦啊咧擦骹擦手。较早时大人咱嘛讲安尼，讲哦，你的手若足厉害的吼，啊，着讲哦，即个安尼擦骹擦手安尼，着是要安怎讲眼睛手快啊，啥物你拢难你不倒，啥物你都会晓做啦，迄有足奇怪的。那即步我是输你，我承认。啊，若厝诶后，啥物物件歹，拢我咧修理。嘿，啊，若做饭你是输我。哎，我无度，我投降。你顶摆做是做啥物？阳光补偿，我毋是有甲你。对啊，我今日就是超工早来要互你看。哦，这顶管吼，就是咱要做良方补偿。我甲你讲，我先讲，为着要做即出吼，叫我去看黄金甲，伊去看煞讲阿咪啊，你去看黄金甲，伊那遐好心叫是好看哟，叫我去看。结果我看倒来，你有看到迄只风啊无？我有啊。讲你甲我做一顶像迄，我做迄，伊迄足细办的呢，伊迄电影啊，伊安尼一只囝尔，安尼啊伊讲伊的两房包产要治，啊我就甲。爱风休，你无治安尼那。啊，所以我就甲做较夸张的，做较夸嘛，规顶安尼踩落去，含这头毛蛮贵的，踩看落。啊，水啦，免菜啦。哇！啊，搁这2地吼。这2地爱安尼包在这面的这，你看，拢加2面起来，你看。加2面。这是大面好抹粉，大尻川好济金墩。啊，我讲到歹听，甲你做错啦。啊，搁有这2支头边啊，你知影这啥物做无？啥物做呀？猪吗？毋是啦，这人咧写毛笔的，有无？这是毛笔头，啊我哪有头脑用？我甲毛笔头剪掉。啊，你是去吹啊？爱想啊，爱想啊，啊，再甲磨尖尖，啊，甲喷擦啊。啊，你做物件就是放咧看嘛水，啊插起来嘛水，你拢袂讲啊，迄无看到插落内底。啊，这是插后壁的，插后壁。哦，啊，你拢甲扎了呢？对啊。哟，啊，搁有啥？咱哦，暗时拢会私信嘛，吼。啊，我有一工挂一支目镜，你安尼笑甲讲，无啦，哪会用手呢？我咧甲你私信啦，啊，你著安尼画一头嘛，摕小讲，啊，你的目镜哪会用像呢？
记啦，因为我今日超工早啦，你看安尼。我即边一断去，啊，佫无空，你真厉害！啊，我着用手铃安尼甲伊钉我钉去，看迄薄薄的安尼，啊，着看我想讲，到暗时伫面床顶，啊，着剧本摕来摸看，啊，有时啊，佫送2条哦。嘿啊，无头一个2条，佫无够共挂来换一边，啊，着佫甲伊做较长咧，啊，煞换老安尼。我就看到讲，摕来，我甲你用。我家己一支嘛是为中断去，我家己用。我讲这敢有救？你讲有啦，摕来。你讲我即支嘛为中断去的。啊，我怎用这轻？咱咧做材料的有无？做头饰的材料的，甲甜甜的，啊为中，甲薄薄的，搁甜过来即边，安尼嘛会怪的啊。啊，这支甲我做甲安尼水，我讲啊，你这边哪毋过甲我压长凑我真你气笑哦！我即支好，你搁叫我甲压长，爱怪就好啊。你讲我无嘛，甲你用到即边讲。嘿啊，偌好挂咧，安尼哦，啊挂咧佫袂疼，安尼，好水。赞食哦，边棍哦。真平均，因为我用迄个像你讲安尼画遮咧，我看一个笑出来。 100分，啊佫来吼，吼，毋是安尼尔，啊我有买一空篮，我来摕来。我买这空篮，就是咧创啥呢？若录影吼，啊缀一个随衣，缀一个随裤，啊缀一个鞋粒，吼，啊摕去赶无2摆，讲这远就断去。啊我讲，啊哪会安尼啦？随歹去啊！我就讲，阿咪啊，你甲我想办法。我想，即个鬼头鬼脑吼。伊就叫我用，好，我甲你用，我就甲摕倒去。我怎去找着即个皮？我怎甲剪大概啊几码安尼，啊转来就甲做甲拄一摆就拄好，做甲拄好，拄剩这2块，这2块我让我甲剪安尼2边，安尼毋才有花。我看你后摆去开一间，像你讲的讲修理骨头的，咱政府好好讲，猫咪修理东西，咱无修理骨啊，头。你要修理啥？你讲派互我，你要修理啥？你出一个嘴啊！你叫我做啥，我都会晓做。你像讲，你再甲我拆咧，还是讲创啥？哦，再要修理，甲我举开，我拢会晓啊。啊，讲落拢你的啊！无啦，修理是你的。好讲，人来修理，讲我叫阮大嫂来菜看会使。你大嫂，这个头脑哦，无人，这爱家己爱修。无啦，这款的爱有天分，对啦。爱有天分啦。啊，你若像你叫我写剧本，我都无经过迄关的，我就无法度啊。下来我会甲意见啦，伊若剧本写出来顺时，我会讲下头大，即段爱搁加一个啥物哦，我会甲出问题。啊，你出一支嘴，我是真正出一支嘴的。出一支嘴，伊就讲，时阵咧做，伊就讲啊，这歌安尼遐好听，收少，搁加一拍，我就搁加一拍。啊，就讲倒位吼，车就抬起来，我上去伊甲我抬起来，我写到要死。有诶重复，你就毋免重复嘛，啊，你就甲加什物物件，毋是拄好嘛。啊，你规出去看起来才会好看，有头有尾。你知影人咧写剧本诶人，足辛苦，互你抬起来，心足疼。啊，其实吼，这是讲开玩笑啦。其实吼，写剧本诶人吼，爱接受人建议啦。有时啊，我有。淡薄较坚持吼，啊伊嘛会拢会让我啦。咱真是结好缘啦，安尼即是吼来做好姊妹、好伙伴吼。安尼今仔日咱万男士做甲安尼受到口碑袂歹吼，啊拢是你的功劳真大。你嘛有啊，你功劳真大吼，啊，就是咱大家配合甲拢有一个默契啦。毋是干那即个剧本配合默契，连穿衫嘛有默契。对啊，今日来讲你哪穿的，我嘛穿这。已经几啊摆啊啦，大概若看到你就讲，啊你哪会穿安尼？人拢问讲啊，你是烧药的，讲无啊，阮拢无讲呢。想法都拢会共款啊，有时啊暗时要甲你私信，我咧哭，你嘛咧哭。啊，就小讲啊。啊，你安尼拢足有规律的啦，绝对10点半你就出来食水果。啊，我若即厝的无出去拜，我就时间就拢拄好的啊，拢。几点要创啥，几点要创啥，我就习惯性啊。我较早咧艺啊，就是安尼啊。这部吼爱甲你学啦。啊，你著爱安尼，你莫讲即顿有食，即顿无食，啊，即摆搁食点心啥。大家一定问讲，啊
恁两个拢安怎保持较直直拢会安尼会袂肥袂啥？我讲，我听甲因讲，我讲食饭爱准时。对啊。咱若是食饱，暗时咱就拢无饭伫食，所以咱两个拢有即个习惯。惯势。真好的习惯啦。咱两个拢会食饱哩。对啦。我安心要食到200咧。哦，好啦，我会陪你，你若食200，我就食200。好啦。我电话。嘿。